老板，烤包子咋卖的2块。？2块一个，啊，给我来2个。看一下啊，这里正在切烤包子的肉，带走带走。这是羊肉吗？牛肉？牛肉吗？牛肉。啊，2个4块是吧？对。好。你为什么要挂着脚？啊，这啥？方便啊。5块钱是吧？嗯。来给我。菜刀这辈子也想不到能被铁丝给绑上啊！哼，还有剪子，这辈子也想不到。喝啥？要2位，抖音。来库尔的5个月，原来菜刀是那样卖的，身份证登记，那治安中国第1，世界第2。